小姐你好，我来盼你出viện小休，你係出viện帶入廚房前，好，請你等一下。你好，請你睇等健保卡、老肉蛋球、甲白肉球兩肉。你係張俊芬先生嘅會診單，預約會診嘅時間係6月14號，請做時間8月32號，記得會診哦。是嗎？唔是客氣。你好，你係艾先生嘅肉蛋，麻煩你。請問亞先生係乜嘅名？我頭家按到張俊芬。有張俊芬先生嘅健保卡嗎？有。是嗎？請等一下哦。你係1禮拜嘅肉日，2隻雞翅肉，1日14度，3餐吃飽後，留肥錢，為肉盤好食，1日吃3擺，記得咯。雖然有食肉，還係要注意3分食肉，7分調理哦。請問有乜嘅食肉注意事項嗎？注意係盤好食，太肉食飽過差唔多半點鐘。了解。愛麻煩你到平凡出viện準備父母表嘅融入指導理欄，收回告者你等個牆面。好，什麼你？再會。